生，身体都变成红光，那样，然后呢，很多高僧大德都在舌头上面能够留下脚印等等，这些都是因为是万事万物的本心是空的，那么所以呢，这些的奇迹都是发生出来，很正常的，都是因为是这个道理。如果说，万事万物的本心是不是空性的话，那佛也证悟不了的。证悟不了的时候，那就永远都烦恼是消除不了的，这个我这是断不了的，这是不太现实的事情。因为万事万物的本心是空的，这个空呢是个真理，所以呢，能够证悟到这个真理的时候，不太真的，比较假的，而且是错误的想法、错误的执着，这样来产生出来的错误的烦恼、痛苦，都是能消除掉。为什么呢？因为是有个真理，所以证悟到真理的时候，那就证悟到无我的境界。证悟到无我的境界的时候，那就因为是我执来产生出来的东西都会消失，这个时候，烦恼痛苦都结束了。如果说没有这个真理的话，那是消除烦恼，从轮回当中解脱，证悟什么都是不太现实的东西，这是个祈祷，这是个精神的寄托，变成这样。那么就有这个空性的本心，而且这个是个真理的时候，认识到这个时候呢，那就佛的存在，罗汉的存在。罗汉是什么呢？消除烦恼的，这种的圣人叫罗汉，菩萨也是，有证悟的人。那么这个时候，所有的轮回的众生，从轮回当中解脱出去是也有可能性。所以呢，要懂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要懂这个是个真理，万事万物的本心是空的。真正的能够证悟到，义理菩萨那样子的证悟的话，那非常了不起。但是证悟不了的话，懂一切空性的，有这个空性的见的话，我刚才讲了，我们在生活在这个社会上面，这么多个有无常的当中，有这么多个烦恼的当中，也有很透明的了解这些的本心的时候，那就高兴的时候也不会太过分的高兴哪里去，痛苦的时候也不会太痛苦的哪里去。所以呢，这个是作为一个佛教徒学佛的人来讲的话，很重要。然后呢，光是
空的方面来想一切都是空的，好像都是没有的，不能理解成这样那空就是没有，什么都没有善也没有，恶也没有，我也没有，你也没有，什么都没有。那就什么都没有的话，我就不用吃饭了，不用工作了，什么都不要的吗？不要家，也不用什么。这是这个时候呢，这个叫断空。那么这个见跟行两个都不符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比较又会产生一个错的念头，这个不是什么好的所以呢，第二个重要的是什么呢？菩提心菩提心的空性两个是简单的看的话，简单来看的话，比较矛盾的。不是说一切都是空的嘛？那为什么要给众生发个菩提心呢？众生不是空的嘛？那为什么要？那如果对众生有很大的爱，菩提心那样的话，那这个不只是我一个人，还有要关照那么多个人，那么多个众生，这个不是增加执着吗？对，这两个觉得矛盾的时候呢，那没有真正的懂佛法的内容。菩提心的空性两个不矛盾，而且呢是互相是互动的，互相有很像个有因果关系。这个时候真正的懂了空性的菩提心的内容。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就证悟到空性的境界的时候，像义理菩萨，那有他的菩提心是无量的。如果是说是空性跟慈悲心两个、菩提心两个是矛盾的话，那证悟到义理菩萨的时候，应该没有菩提心，只有空性的见。但是不是这样？一理菩萨、二理菩萨，菩萨的这个层次越高，那是他的境界越高，而且呢，这个菩提心呢越广。为什么呢？这两个是互相有关系的。有什么关系呢？有时候呢，空性有了空性的境界，就有菩提心。这样，因空性的境界里见然产生菩提心出来。这个怎么回事呢？真正的证悟到空性的见的时候，那就对众生自然而然的发出菩提心来。为什么呢？就知道这个轮回是怎么回事轮回的本性是空的，轮回的本性是无常的，轮回是很世俗的，很假的。真正的相信了，真正的知道了，了悟到这个层次的时候，对众生
更慈悲心，更能够发出菩提心来。为什么呢？因为本身的真理是这样，但是呢，众生呢迷惑，无常的东西就看成永恒的东西，空性的东西就看成实有的东西，很假的、很虚的东西就看成是个美好的东西，所以就众生呢这么个错误，这么个执着，这么个痛苦，这个是不应该的啊，这么个愚痴。这个时候呢，就自然而然的发出了菩提心啊。本来如果一切的众生，他们能够证悟到真理的话，不应该这样执着，不应该这样痛苦，不应该这样烦恼。但是呢，众生都很愚痴，很执着，所以就这么个轮回当中痛苦。如果这个痛苦是，本来就是这样，好说，这个就是真理的话，那就也没有什么菩提心的。但是呢，不应该是这样。但是呢，这么个痛苦，这么个烦恼，所以呢，证悟到空性的境界的时候，更让那个广大的发出菩提心来的原因就是这样。所以呢，比如说懂了空性一切都是空的，所以就变成一个没有众生，没有善，没有恶，没有家里，没有工作，不用工作，变成这个时候呢，就不对了。因为是很客观的、很理性的，本身就是做一个学佛的、修行的人来讲的话，很有福报的。应该来讲的话，比较有智慧的。所以呢，本心是空的，但是呢，没有证悟到空的之前呢，都是存在的。那么就看时间来处理、面对，这个是很理性的。客观存在的问题是用暂时的办法来解决，这样才对。所以呢，有一个菩提心是很重要。作为一个学佛的人来讲的话，我们在这种的生活当中，这种的社会上生存的精神，做个菩提心是很正确的，很正确。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些人认为发慈悲心利他时生存的方式是不正确，应该是自私的自利的，为了自己这样呢战斗，这样来争取的话，才有生存的空间，生存的方式。最正确的是这么认为的。如果说整个社会都变成这种的时候呢，那有可能只有这个办法。按真正的道理来讲的话，这也不是个正确的方式。
为什么这样讲呢？比如说，本身所有的动物也好，人也好，它就天生有一个母爱，所以呢，整个人类都能生存下来。如果说是没有这个爱心的话，那就整个人类都早就灭绝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就刚刚生下来的那些小孩呢，根本就没有生存的能力。那么没有这种的生存的能力的时候，也不是学佛来的，也不是什么来的，人人都有，不管是人，动物也有，自然而然的有一个对自己的这个小孩有一个爱心，要保护。这个呢，就是一个慈悲心的种子。有了这样，开始就有了人类才能活下来了。没有这种的，开始的时候就很自私自利，要互相战斗来生存。这个是，如果是这个是正确的话，那刚刚生下来的小孩就丢掉那里，那就让他看看自私自利的能不能活下来，没有办法的。就从这个就开始来讲的话，也是人类呢，要从最原始的、最早的开始来讲的话，它是这个慈悲心、菩提心的种子，这个是生存的方式是最正确的。然后呢，到现在比如说21世纪的时候，那就物质的非常文明发达每个国家都是这么个强。那这个后果是什么呢？现在大家都恐惧的当中，因为是每个国家都有整个地球都几分钟就可以消失的，有这种的力量。那这个时候，那这个整个人类、整个地球用什么来拯救呢？只有一个慈悲心、菩提心。如果没有慈悲心，没有菩提心，没有爱心，光是用权力，光是用这个争夺、自利，这样子的话，根本就没有生存下去了。就一个人的按了一个钮，就把整个人类都消失的时刻。那么我刚才讲的是什么呢？从最早就是人类的一个人的开始，到现在整个地球非常非常需要的什么呢？小的方面跟大的方面来讲的话，生存的最正确的方式还是慈悲心、菩提心。那么那中间讲一个，举一个例子，那一个家庭当中呢，当然需要钱财，需要知识，物质的东西。如果这些都有的话，那是这个家是很圆满、幸福。如果说
没有什么很富有的话，互相有这个爱心，互相有善良的心，那这个家是个很幸福的。这个家里也没有什么知识分子，这个家里也没有什么多少碗的钱财，这个家里也没有什么当官的什么官权力的人，那互相都有爱心，有慈悲心，有菩提心的种子的话，但是这个家呢，就是很幸福、很快乐的。如果这个家里头没有慈悲心、爱心的时候，那是一个什么首富什么总统的家庭也好，肯定过得不好所以呢，我呢就是刚才举了3个例子，一个呢是个人类的开始就是用慈悲心来能延续到这个生命，不光是人，所有的生命是慈悲心的，因为是慈悲心，因为是爱心的力量来大家都能活下来了。最早的，然后呢，到现在文明的时代，整个地球的生存来着想的话，拯救是方式是慈悲心。原来想的是，大家都认为，谁没有原子炸弹就好像生存不了，所以呢，就一个一个的比赛，一个一个的比这个强烈。那么现在呢，一个比一个还强，但是呢，真正的要这个整个人类跟地球世界要拯救的话，只有慈悲心、菩提心如果说把这个地球上的所有的核武器都要消失的话、消灭的话，那就看看这些有权的、有能力的人的心里头有没有慈悲心、菩提心、善良心。如果真正的哪一天，不是所有的人，可能有很多人的心目当中，整个社会、整个人类的心目当中有这种的愿望、这种的善良心的时候，有可能把这些都也能够消灭。这样，所以呢，这个慈悲心、菩提心呢是往这些方面来想的话，也是很重要。那像我们呢是个学佛的、修法的人，有佛陀的这个教导。那佛陀的教导当中，那是菩提心呢是非常非常注重本来就是所有的宗教都是传播爱心的没有一个宗教说是要杀生互相害是什么好的东西善的东西，应该是没有的那佛法来讲的话，那是最有慈悲心、最有菩提心，这个佛法的爱心是最广、最大的像个基督教的话，那就
对人呢非常非常慈悲的，因为是上帝创造出人。那么如果我伤害某个人的话，对不起上帝，上帝花了那么长时间，花了这么个精力来创造出来的，那我去这个伤害的话，非常非常对不起上帝。这么想嘛，因为是这种道理来，发个慈悲心，这个方式也可以的。如果不管是什么方式来能发出慈悲心，能做出好事的话，都可以的。但是呢，他们的好像是思路是这样，因为人和人之间呢互相要帮助，所以就没有学校的地方要建学校，没有医疗的条件的地方也要帮助，他们的这个基督教们的在全世界包括非洲这些都做的，其他的宗教的组织还有力量，这个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我们要配合的学习的地方。他们有这种的慈悲心是因为对上帝非常虔诚，所以觉得上帝创造出来这个人，那就如果我伤害人的话，那就上帝就不高兴了，那么就为了上帝满足，为了上帝的认可，所以呢对人要好，这么个慈悲心，这个是非常好的。那有一个也不太圆满的地方是什么呢？那为人生活就有口腹吧，这样来创造出来的羊鱼这些都是因为是上帝给人吃，所以创造出来的。这些杀掉，这些伤害，给这些生命非常的痛苦也是应该的，没有什么的。这个呢有点不太圆满的地方吧，这种的。那佛法的慈悲心呢是非常广大的，对象是六道众生，没有什么区别的，因为是人，所以就不能伤害，因为他是个畜生所以可以欺负，不是这种的，没有分别的这种的很博大的爱，这个是所有的宗教当中也是佛法的慈悲心、菩提心是最广的。那么我们是学佛的、修法的人，所以呢有佛的这种的非常非常了不起的这个菩提心的教导，是很宝贵的为什么说宝贵呢？就刚才说的那样，每个人都有慈悲心，互相有爱的那种的一个家庭的话，也是没有多大的权，没有多大的财富，也是过得很幸福快乐的。那就一个人来讲的话，水的这个根基上心无离坡，有慈悲心谈不上什么菩提心吧。菩提心的概念也是比较深奥的最小的是爱心，然后是